究竟係年青嘅火箭繼續升空啊，定係老勇士尚有餘暉啦？唔通諸神黃昏呢個格局啦，要貫穿2個禮拜？今朝早真係俾火箭啦3-3逼和勇士啦，下個禮拜一要搶七。上個禮拜我哋話啦，有一日係大三完，係完結個完啊，先有 C 朗啦，再有美斯啦，再有啦籃球嘅 LBJ。喺 NBA 季後賽排位格局清晰之後啦，大家都會想象啦，去到第2 round，如果 LBJ 對居里啦，正啊！但係而家咧 LBJ 咧已經大敗1-4啦，出咗局啦。有唔少球迷都會咁估計㗎，順勢而為啦，長江後浪推前浪啦，唔奇㗎，居里都出埋局啦，新生代可以咧佔據咗個市場啦。當然啦，我呢啲老球迷見到居里啦，負傷上陣，個手指公啦，中到雞蛋咁啦，都繼續咁勇啦。我覺得居里係值得我哋支持。但係撇開情感，以波論波啦，我真係覺得啦，周一搶七啦，火箭機會真係大啲嘅。嗱，第一啦，後衞對後衞啦，原來啊，范佐敦啦係居里嘅黑星嚟㗎。喺對碰超過10場嘅總結當中啦，原來雲維列特啦係7勝5負對住居里啦係有着數㗎。正當對上2場啦，第5、第6仗啦，居里明顯因為手指受傷啦，影響佢嘅表現啦。雲維列特啱啱調轉㗎，喺呢個系列賽頭3場波啦。VanVleet 冇料到㗎，就跟住呢幾場啦，無論佢嘅得分值啦、效率啦，以至到啦幾時走出嚟帶領球隊啦，樣樣嘢令我哋記起2019啦，其實佢多倫多速龍啦攞到冠軍嘅首席功臣。可能到4、5號位咧，大隻佬嘅對碰啦，大家都會覺得咧追夢隔年啦，13年嘅 NBA 經驗啦，但係除咗一啲小技巧之外啦，你仲幫到啲居里啦，係個好大嘅問號。但係火箭啦又加盟咗2年嘅海王亞當斯。第一年啦，佢因傷賽季報銷，今年常規球賽啦打得唔多㗎，但係最近喺季後賽啦攞翻佢自己嘅經驗出嚟啦，係極之幫到球隊。所以烏圖卡教練就講到明㗎啦，直至亞當斯體能不計啦，佢都用雙塔戰術。咁另外一個塔，梗係一路都係領軍人馬嘅新津啦。最後啦，計埋2隊各一個主將啦，今朝嘅表現啦，我哋都係替勇士啦會擔心㗎。詹美不拿 OK 㗎，27分準大3元。但係謝倫格連啦，今日表現唔穩定，只得12分啫。我哋想象下啦，翻去主場搶七，只要謝倫格連打好啲咁多，哪怕詹美不拿啦維持自己嘅水準啦，唔着數嘅都係勇士。球迷們，禮拜一8點半鐘嘅搶七啦，究竟係年青嘅火箭繼續升空啊，定係老勇士尚有餘暉啦？我喺 Migu 啦，我直播間同大家一齊睇波。今晚咧，我基地啦會以足球為主喎，分別英超、德甲、亞冠決賽喺呢度等你。